瑶瑶，来，我给你倒杯水。这么好？倒杯水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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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哎呀不好意思，哎呀呀哎呀哎呀，干嘛这么多盐？哎呀，整腿上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么多盐呢？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事。姐夫哪里买的盐啊？怎么不咸啊？我看你个傻逼样，要你俩倒盐呐，傻逼乎乎的。什么？好不好？你俩谁先把火腿肠吃完，钱就属于谁。准备，开始。完了！你们骗你的，算赖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女子防身术，来，我们先来一个慢动作，来。再来个快动作，太快了！你睡你来我睡我。哟，别啰嗦！哎呀，你好了吗？你不要跟他管了，你好像你没有意思了。前天又就这那。哎呦，我翻脸了！你别笑。做一个专业的演员。我干什么？感谢老铁送的大方饭，感谢老铁送的亮丽的图样，属实没毛病。老铁熬的啊！不是我干的！姐夫，这个100块钱，我数1、2、3，你要能抢到就是你的了。对，1、2。卖西瓜了哦，便宜大甩卖哦！哎，这不是牛哥吗？是啊，来吃看一下。好的。还没给钱呢？还要不给钱呢？不给钱我做生意我吃什么啊？那你不早说。我说了你会吃吗？我没有钱。还有钱把财留下。好的。看你怎么看，不然我就收拾你了啊！还敢吃霸王餐？天哪，我3天都没吃饭了，请做一个火腿肠嘛！火腿肠，再做一桶泡面吧！还真有泡面，再做一桶吧！我咋喝这？妈比我喝还高呢。喝不了了。再来呗。